这里啊，我也多个人子玩。我人民币办他7000块。哎呦，你是那个小戴姐？哎，对，我是忠实粉丝了。哎呦，你当我讲你下个礼拜2出，那么我们想问再去干卫生间，哎，就通知我2来不及。我估计人多没地方住的，现在开始水忙加路，整理么子，出于大牙，连口用口服用的么子拿海，现在围上去搬么子。需不需要我来帮你们拿一下？那就太好了，一次性拿下去最好。我拿那个2个大队，你手来个等你。现在粉丝帮忙做事，每次啊一海吃去，换个地区。哎，你怎么熟门熟路的？我是一个女娃，一个男娃，3个没有查。都是在这里生的。哎呦，我准备叫我媳妇向你学习啊！3胎的爸爸厉害，至少生2个的吧，为国家做贡献。对，大包小包满载而归啊！太谢谢你了啊！高兴的是抱着孙子回去了啊！你已经高兴了2回了啊，马上第3回了。以后生2胎我知道了，这边有个电梯，本来我来到等电梯了，起码这上次10分钟。最后再看一遍有没有东西落在上面啊，我来检查一下啊。那个地方我他养2胎再来。放松啊，别紧张。员工专用电梯，我一天想着想着。再见啊，再见。真嗨，3累来着，快点下来搬门子，给他一头带。还说我们娘自己走不上去。那我去搬箱子了。谁来放不了，我自己走去。谁能不能上车？得了，过滤把那个。辛苦你了。想想，那个谁是医院里的亲个孩子，别真的生了儿子忘了娘。这里啊，说我们娘呢？我搬到4楼，我是48周里的。哎呦，分拍着玩，这个经典时刻，你应该等我来子再办的。汽车发还撑，这一单门口头，我一上一头带么子。哎呀，都湿透。那现在是主要范例上阵队一步哈，5年之前辛苦个办稿，几个里之前写那个演上，侪是我一上领导来的，孙子养出来的。后来才熬着懒了一毛底气吧，任重而道远。我就想一天一书稿，这2心都灯开一开，现在不收啥了才。这个男人要来干嘛？一个是他爸爸，一个是你爸爸。哎，弄得这侪女人出场是吧？这个男人3分高了，一个上人一加工，真巧。谁敢告了？哦，谁敢告了？为首还。这个微波炉可以煨的。可以煨，我都。煨的。哎呦，还是这样吃吧。微波炉里都是脏的哇。你看我家的微波炉。你都搿张微波炉从结婚到现在分开讲，我跟你讲。哦，一只上带有空调，再放了一档。一个问题，但我昨天夜里也想了看。哎呦，爸蛮帮忙的呢，现在来困觉，里面的东西拿起来不方便的。要么我搿只头上移过去。接着拆开来，只腰箱才可以的。这种办好是放谁动了？不要管中饭去。来吃呢，我吃米饭。我去方便面。不加的。不用加什么。你如果还有一点出油，我会得来改清爽的。你到每趟出码头做事，我错得不得了，最来侪是我得到弄得清清爽爽，拖得一尘不染。我跟你讲，这里啊，现在一只机器泡用啥子哇？哎，尽管你会飞下来打点毛个辰光。上头温度80度、70度、60度、50度。哎，比那种200块的不出还直接火。哎呦，艰苦的啦，方便面啊。那现在我是懒累着，我要为3累啥心啊？来了啊，你现在。哎，那海带真的有点不习惯，根本我最近都要啥家？那还是来一名。来了吃方便面。我侄子的衣服你看看，我们已经扔了2袋了，这个保留下来的是比较好的，能不能穿？这是冬天的衣服啊，现在不能穿，根本不是一个季节生的，要来干嘛呀？难看死了呀！那就扔掉吧。